这里啊，现在的推广去发麦子，上趟你不是请我吃个烧烤吗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路打去吃家，你跟我追，上海商业讲单子，那人啊没个家，算了，等你去吃吧。一等有，还是你请我吃日本料理啊？巨高啊，推广机啊，你跟我来的，快点。兰塘私房菜，还是那个里向我有饭店啦。里向别有洞天。进来吧，啊，巨个，洞天店门，哎哟，你今朝米香都真开，都真。等我费弄到来，你阿来打。你定心了。哟 ，XO 贵最卖的，旁边屋两亿，这两个地方呢还来楼来的。我把嘎子头请问，啥个意思讲？难道我国主被派大家？与众不同。但是你吃西菜肯定会让你眼睛们是一亮，等那边一结账，眼睛么是发黑。发黑发关呢。进来三来吃草的啦，国主杯里吃龙井肉。对的。哎，最地气哇！哎呦，我要去上那个厕所啊！我正好还去呢，跟我来来，请。啊，这个厕所了还有个里向噶。哟，一到日本料理是通这三地方资源共享。老师考虑做台上。菜上来时，你快点吃吧。哎，到上海菜的速度哪快？因为只有你一桌。到一桌。搿当时吃特别搓磨这样打毛。那么阿在同地个家？不在同地嘛，开了一档为人民服务啊，有可能20档。秋月梨汤，因为你刚年纪烘起到，已经烘制2、3年钟了，还是刚刚烘。哦，那个皮最皮带领的。我上趟来一个瞎子5杯，走去厕所上次不同。妈妈，我不欢迎上来着。你那些都是我包个家。啊，这里还。哎，那个鱼板花哪不是好花啦？就是还吃这口子，你管你弄到有的来个吃。妈妈，你再欢喜吃个鳗鱼来着？一点了半点。我不晓得。刚直播 first， 今朝再帮你寄1块，你到去店里会养3人了。那个闲话啥？刚子几个搿种啊？对，直播一得么3人来，怎么？你一定要吃脱着啊！像儿子像得吃脱着啊！哎哟，三弟啊，那来自到电龙家。不是白的龙，那个是香松啊。哎，你上趟外国人来自你那不讲英语啦？你那当前2年都是讲英语，你啥个意思呢哈？自家人呀，外国人们遇到专业个样子。妈妈，80年代嘴巴上来着。搿辰光你养分养了哇？你那晓得80年代家？来，别讲80年代。小刚，你要养3人了啊。来，3个再吃1块。上饭菜。你上饭菜。喏，再喊个1块肉。哎呦，我当你基本我个嘞。不，你进去个，哪个来着嘛？啊，我跟过来呀。你先硬硬明明，妈妈肉来着。还有嘞，喏，53个女人一朵花。要不就拿海个家，不是这样子啊？海蜇，你打扮不宝宝没硬子去做。店长，再有1块的你吃吧。哦，吃了噻。妈妈，搿么你吃吧。先生你在。家子别吃啊上。哎，猪肉啥物事家？猪肉来着，鳗鱼饭。一道你先来，非要讲我已经想到搞猪肉菜。来，今朝我得你点个猪肉阿玲。零个。主要是一个米饭。主要是一个白米饭，免费赠送的。不能浪费，打扮一点到把宝宝吃烂醉，做儿子个分忘记脱你。